喂，想住東平嘅朋友，千祈唔好話走啊！今日帶大家睇嘅絕對係東平半島嘅樓王單位，可能係你嘅終極之選。197方，望江4房，獨梯獨戶，拍卡即入，最緊要係單價連9字頭都唔使啊！呢個盤筍到爆啊！左邊鵝城大橋睇得清清楚楚，正前方就係毫無遮擋嘅一線西支江景，睇住個江面，成個心境都唔同晒。陽台有14個平方，夠晒闊落，擺張茶台喺度，自家陽台就係最佳嘅景觀位。客廳同餐廳一樣闊，開間有4.7米，整埋成個廳53個平方，平時屋企聚會，小朋友喺度跑跳啊，都唔會撞親，夠晒大氣。門口位就有5個方左右嘅玄關位啊。門外係獨梯獨戶，電梯廳自己都可以嚟放鞋或者儲物櫃，私密又實用。入門旁邊呢間房係全景落地玻璃窗嘅江景房，13個方左右。第時改做健身房或者茶室，一邊做運動一邊望江，嘆世界都冇咁嘆啊！後邊嘅廚房位都有9個平方啊！阿媽煮飯，阿爸幫手都唔會逼仄啊！後邊生活陽台一樣有9個方啊，晾衫曬被都夠晒啦。旁邊呢個開放式書房都幾實用啊！平時返工做下嘢或者小朋友睇書都得。再行過嚟呢間南向嘅臥室，大家睇下，雖然樓層唔算高，但南向嘅採光真係冇得彈。重頭戲嚟啦！呢個主臥足足40平方，講真，咁大個空間真係夠奢侈啊！而且望出去都係一線江景，朝早睇日出，晚黑睇夜景，真係帝王級享受。行過嚟呢度仲有個獨立嘅衣帽間，睇下呢個空間夠晒裝你嘅衫褲鞋襪，女主人肯定中意。中間係主人嘅衛生間，空間夠大，爽。最後總結啦，呢個單位真係東平片區嘅終極之選啦！要景觀有景觀，要空間有空間，完全係理想之家咁嘅樣。唯一要提一下嘅係裝修係有啲年份，所以大家花啲心思可能要重新裝過。不過換個角度諗，正好可以按照自己中意嘅風格嚟裝成自己嘅 dream house。關鍵係單價唔到9字頭啊！咁嘅價真係筍到冇朋友。大家覺得點呢？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評論區話我知，我帶大家實地感受下呢種江景豪宅嘅快樂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